憂慮美國經濟步入衰退，美國股市急挫，一個月內蒸發市值超過4萬億美元。多間大行相繼調低美國經濟增長預測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接受訪問嘅時候，拒絕預測今年美國經濟會唔會陷入衰退。但市場對於美國關稅政策、對於經濟衝擊嘅憂慮正不斷增加，市場避險情緒持續升溫。美股三大指數隔晚全線急挫，道指一度下跌超過1000點，反映科技股表現嘅納指更加大跌4%，係2022年9月以嚟嘅最大跌幅。神奇七股全線下跌，合計市值蒸發超過8300億美元。據統計，反映美股整體表現嘅標普500指數，由2月嘅高位計已經回落超過8%，累計蒸發市值超過4萬億美元，差唔多係全球第三大經濟體。日本舊年全年嘅生產總值。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星期一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，反駁咗因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導致經濟衰退嘅觀點，強調美國經濟嘅基本面依然強勁。關稅不確定性將會喺4月得到解決。第一季經濟表現失準，係受到上屆政府遺留嘅問題影響。有分析預計，未來幾個月美國經濟會明顯放緩。疫情以嚟咧，美國政府嘅財赤咧，佢相當於二戰嘅時候嘅美國政府嘅財赤仲要更加高嘅。咁你話你美國經濟有乜理由唔好啊？咁所以如果你話美國係經濟自無不勝，美國嘅優越主義係呢個無法比擬嘅話，咁其實我講你聽，呢啲都係一個財政嘅幻象，一個 monetary 呢個貨幣幻象嚟嘅。一方面咧，聯儲不斷咁樣印錢，另一方面咧，美國政府不斷咁樣去大花灑去使錢。但係如果你而家話講緊將我哋7%嘅財赤減去30%，呢個對於經濟衝擊係好大好大。兩間美資大行都相繼調低對美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。摩根士丹利將今年嘅預測由1.9%下調至到1.5%，高盛就由預測增長2.4%降至1.7%，並預計未來12個月出現衰退嘅機會率達到20%。至於花旗就將美股評級由增持降至中性，將中國股票評級調高至增持，主要考慮到中國科技實力唔單止達到西方嘅高端水平，甚至已經超越。無線電視記者盧平報道。